念一下，从这里必须你念一下解脱之果，然后二解脱之果，无论获得声闻缘觉、圆满菩提三者中的哪一种，都是什么？极净清凉的，都好的，稍等一下啊。缘觉，都从轮回痛苦的下道中得到解脱，所以，故此应该升起欢喜心。特别是我们如今已至于大乘佛法，所以应当为希求圆满菩提，精进修持十善、四无量行、六度、四静虑、四无色、二止观等一切法门，并以加行、发心、正行、无缘、护心回向、三殊胜摄持而修持。哎呀，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，我们现在要知道的，无论我们在修持哪一个，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就是在三殊胜。平常我们所讲的三殊胜是第一个发心的殊胜、正心的殊胜、后心的殊胜，这三个都是目的，是要获得圆满大菩提的果位。圆满大菩提果位就是我们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，就获得的就像那个普贤王如来一般的果位，所以就最大的、最高的、最殊胜的佛陀果位。这样的修持才是真正的怎么说呢？我们作为一个那个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，要所有的行为跟所有的目的、所有的起心动念，所以起心动念才是最重要的。自本作人着康中